太空船电脑小行星中央内部0.8统合标准动力。流脉生态系运作良好，氧气浓度19%，时钟登录准备完成。太易推了，现在开始探索了流脉。沿海贵族家主，这是无资料的流脉，你无需要亲自犯险啊，只要互着人着互做内底的人帮你探勘就好。免烦恼，我少年时阵行过多少的流脉，伊拢爱加喙。何况甲危险交互恁，我作为家主，是无成话。敢毋是无想话？家主，你为做来辛苦大半世人，好不容易咱轻松，为啥爱为一个早年无相处偌久？停止，非常抱歉。听好，即马起，我是李某，毋是有的家主。这是我当年无法度陪伊行了的路啊，伫我死前，互我过了我家己的人生。头仔报仔甲会使搁一个，伊来，其实万年前，太阳神随烈焰降世，伊的火焰熄灭了后，残留伫小行星的烟壁之间，迄种异常的纳西能量。互成为流脉的流动永不止息啊！靠袂受紧啊！化为什么？瞬间最终推进了高新的文明哦！看这不样表情。万德美文，万年车椅啊！高甘露。一同众星移出八轮6天17地，老年的李牧，古老的万德以红哦，流脉之主，你一心行乐啊，到头来却因势无法度甲你所爱相见。流脉能量产生了辉煌的文明，却伫一夜之间灭亡啊！靠袂，我也无试啊，多流烟三票。直到流脉互重新发现的近100年啊，伊生活版的价值，才渐渐搁浮上水面。Ada， 我终于回来。如果有机会，希望咱莫为流脉而疯狂。我这条回到你的身躯。Ada， 我要有机会听到你的歌声。阿普斯，
龙妹点歌哦，上歌点歌。其经我约100年前啊，伫银河边陲的太阳系群山，意外伫小行星带挖出龙美文明的遗迹。转眼间，群山为无人问津的边陲形系哦，成为银河间各大组织争夺龙美的兵家之地。自此20冬间，各大势力争夺不断啊，互成为龙美冲突死伤千万。最终由银河系大型财团行星矿业联合的完全胜利结束了冲突。然而，矿业联合的胜利无带来和平，龙美的期待有限，难以管理。民间私底下为了争夺龙美，黑斗由源不断，最终乌邦自身啊，盗采泛滥，正时混乱持续延烧。导致小型车前所未有的乌邦乱象，所以矿业联合不堪其扰，决心放弃高压式的管理，改为制定挖掘办法，全力开放龙美挖掘。此消息一出，互群山为一个战后危险的区域，摇身一变成为龙美探险家的乐园。人开始蜂拥而至啊！尽管这个好意啊，来自各方，却拢有共同的目标，迄就是兴起龙美，求一个发达甲扬名立万的机会。当然嘛，包括因为流氓无法度回乡的我，迄是60多年前啊，我拄着 8R 的迄一档，看无？第一种学着，5种就对。群山。九落，群山九落，移民教育工场。啥？水豚相邻啊，并你找无龙美的探险人，无试过哪会知呢？真无咧，你无？不都袂互你啊？会说啥物真无？就一张看无清楚的相片，甲模糊的方面。谁知影龙美的位置伫倒位啊？因船队应该无女巫吧？我听无龙美，啥物女巫？听你的口音，应该沿海人吧？哪会连女巫拢毋知影？凊彩听我讲，但你摕了收落啊，应该着爱付完啊。较认真的你无，莫计较即种代志。恁啊，是要靠龙美发财啊，却产甲连个有女巫拢无法度。我一家小鬼，比你是找无着。放我落来！然后你安怎讲拢会使，但不许你有孝子。话开放下伊，了车咧。咱沿海人毋甲女巫拍交道啊，毋甲女巫叫人孝子，恁是沿海贵族。我想讨厌恁这外地人，家己走来群山挖矿。拍出冤家冤死了矿炼，竟会还有面倒来群山，无女巫就别去想办法。孝子，你安怎看？你先放下，你先甲伊放下。万德无常啊，
不如互咱想办法吧。哎呀，这是倒位来互青？喂，创啥？这个拍人的沿海人啊，无一个好物件，不如共一个金宝嘛卖互咱。咱军队的女王自然找出良马，总算来了正经的军队啊！一位少年的良马探看人啊，算你600信用点就好啊。身高，对，就是我的校服啊。三个标准时来汇款啊，真无自然的送到你的信箱。朋友，你的户头，等下看到市民A代就是咱，良马常在啊！感谢你对来的女王，再会。你莫走。无啥好嘞。好，小组。卖改，啊，毋是结束啊，是咧阿姊创啥物？小技师莫动咯，后开只是一个囡仔，看袂着迄个鸟鼠啊，爱命，是你讲单了啊？你遐计较啥物？大米也危险，我惊因对你动手啊！你想要卖汇款啊？迄个根本无价值，毋是的话，你看这，切！骗子拢会讲在家己互诈骗，哪物啊？去者，因欺负军山人啊，客气啥物？是嘞，相信恁讲的可能是真实的。当然，你看这相片，但我讨厌动手的人，异乡无相，有味无母，再会。啥物军山人？算了，你无。冤枉难免，毕竟当年良马冲突的时阵，咱沿海答应过袂甲抗联投降，但是结果投降拢比谁较早，才毋管拄着谁，拢袂对咱收友善。好，我不容易找到良马的消息，卖回心，咱去良马协会探听看嘛。倒一间协会卖真无互咱啊！鸟鼠讲伊是协会的人，就讲咱有一笔甲鸟鼠的交易未完成，总会互咱一点公道。哦，我这就是主算了。成立良马冲突第18档啊，也就是。中正年啊，为了解决矿权的冲突，良马协会甲矿联合作建立制度啊，以调停民间救援啊，会将合法的良马珍宝重界为己任，只希望能保障军山的和平，避免搁一届流血冲突。良马协会上人，搁一个受骗的，另外地来嘛，协会无你讲的鸟鼠，来伊提出协会的证明。高老师先无伊讲，世界拢是骗子。听好，因即群人多半是甲乌帮串通的兄弟，甚至市场兜售假消息，骗恁前往良马。因即秘伫内底埋伏啊，最后拆了恁的船，袂到乌市，是用即种图骗你，敢对？你还以为是无人恶局的良马，这可是著名的乌帮控马招式的专家，白牙的老巢。幽暗的探人拢袂伫附近舞代志。恁队内底无女媧吧？良马的坐标互恁，就是最近遮 copy 的良马女媧良民。再解释，坐标就会出来，坐标就会出来。想袂开的话，咱去一撮，帮咱定乌帮的问题。
会去甲恁熟悉趁工人讲者，莫互骗啊，莫去互骗啊，真是诶。咱诶协会可毋是恁外地人诶保姆啊！愈学良民啊！良美清楚诶方面会当为中解释出良美诶坐标，成为市场上炙手可热诶商品。但只有万道之行诶使者，愈学会当落字。本协会仅以良美指定划境，趁工人，哪有啥物事爱合作？啊，啥物公约？叫公约？袂当咩咧？讲哦。啥物？啊，啥物？我知啊，导航，太乙推荐呢？太乙推荐，就互迄两位找无良美，是毋是家己警告伊？军山人诶代志管袂牢，小主足在意诶。你知影？当然，咱来军山诶目的是啥物？小主找着良美，振兴家族，恢复荣耀啊！所以现在毋是帮遮个人帮遮个人诶时阵，也去帮遮个人，也算是恢复荣耀。大开爱命，你莫欢喜。对，反过来情况啊，毋可巴不得甲你联合乌帮咧。分析拄则诶良民吧，看因是去了倒位。后面咱有了解哦。小型车745，咱量在我爱捌得加调形式，遮个代志无应该插手。大开讲遐代志不能处理翻译啊，我知影解出难题，但只是赶去引导对方啊，袂危险。伊个针对有愈迄种兵器啊，你会会兵器，或者愈到底是啥物？兵器，家族内底就讲，当年良美冲突，因太主要输伫因个手头。如果毋是会当趁出良美啊，袂有偌济人介意因啊。外表看起来就是一般诶良美，你详细看，有足济迄开凿诶小路口，迄是互改造诶痕迹。麻烦，这是有组织乌帮基地，所以迄两个人有任何验证诶瞬间，应该互骗进良美内底啊。毋知发生啥物代志，好一寡就是存互人忝，歹一寡人考虑着，咱会当做啥物嘛？安尼只会当甲太空船留伫外口啊，去改造诶入口建入去啊。就是了嘛，伊就记了伊条仔指示啊。OK， 我想到有遮危险，遮小伙伴有啥物？带上良民风声器，行啊！良民风声器，摕好风声器啊！风声器伫天地间彰显良诶方面。直到今日，我犹会记作为英海同盟诶探勘人啊，受因时所受诶艰难。回忆啥物啊？拄啥？你觉得拄啥？哦，读一个字就转入来啊！这奥巴马无啥物厉害，啥物读一个字啊？我拢惊伊你当场刣了，甲伊刣死。我无试哦，行来吧。无好讲是观察，莫动。这是过程诶，行内底。听讲掠着啊，愈看人啊，听起来有好代志哦。OK，
圈，莫紧，咱先互掠到尾伊啊！看起来人甲伫门口无毋对啊，对我行啊，莫紧呢，靠腰。好像会当饲诶，好像办法镇入门内底哦。会当甲龙马改装成基地啊，遮个人是龙马将军了后退伍军人，无好理啊，对着讲。遮，斑驳应该时阵较细个，莫紧行倒去。啥物件啊？哦，有当饲个，挺会的。嘟嘟嘟。有当饲啊！啊，拄讲。动作爱较紧诶，这壁位安怎？我刚刚伫沿海看过即张图，讲这嘛是龙马文化诶故乡，太乙推演啊！咱诶信仰甲昆山诶万道，真正有台湾关系。就看大家拢是控牌啊，我台湾诶，对吧？万道图诸行苦难啊，万道留守制度伫。修论无天无地啊！图描述的是生活中的足量灰暗熄灭了后，冰拿的分片成为龙马，而流转不停的龙马，即化为万道诸神啊！却因为无法驾驭的足量的能量啊，随时拢会互吞噬人生陷入苦难。来睇，这嘛毋难啊！麦当，你想要交高天啊？你进度伫哪啊？哦，要当啊！你倒路啊！对上。个过就是伊个港口，小心莫搁挖井。迄边看起来无人咧巡逻啊，爱想办法过。看下敢有路，我伫这边守咧，我伫这边守着，这边啊。包括我找着去哩个路啊，好，咱去哩。厂伫遮拢是非法，遮拢是非法改装做，应该是下改全体卫生的乌漆零件商。这应该无人。安怎小主，敢无开门？我咧等你指示，有甲我听入，伊已经是一个好探探人。可比的愈学良民，你敢有带上？当然。等。等，下面敢无个？无共诶，无共诶。可比了，毋知影偌济届啊！良民声破碎伊难以辨识啊！是这个声音诱导了无数诶探空人受害啊！但嘛是互我拄着大声音。哦，是安尼哦。哦，按大机哦，我叫是
我叫迄个录音啊大声，而且无反应。因为这个音源是破损啊！大开你，跟出去，我是要教你一句。唔先观察，发现这米仔这物件，云山独有的龙尾种植，龙明香哦，龙明香香。探勘的时阵，如果音源残缺了，或者是烟噪铃不足，往往无法度面临无法度心理的困境，就亲像敢若二手音源的现在。分散的农民想啊，敢若就是为了这种困境而生。就算咱的音源破损，太易推连了，龙的众话都刘明兴啊，考古的研究指出，万道的生命如果是为不足的时阵，必须外靠刘明兴将话歌声，才能进出龙门。这一个特性，大大降低了现在龙尾探勘的难度。行。主体内是指即款，应该是乌关来经了后回去啊，这是一个好机会。对上，干那个注意。大鬼，这是四气油料罐哦，因是乌古罐龙尾的走私贩子哦。轮到到打劫探勘人啊，我想是早乌大劣质的混合四气哦，四运动四，万道的创始性哦，形成足量的火焰熄灭了后，形成了用垃圾的晶体，提炼了后会当成为液体或者是气体，是矿炼人的工业燃料。细人俗称的龙尾，这就是龙尾啊。有做毛紧的，我被训练你啊，后真是死咯。龙尾总有我观察。袂歹，行。基地建造是安尼啊，龙尾当年拢有拢有达统合标准，武卫成说是安怎做到的？作为基地倒厅适合，有人讲龙尾甲当年的引导密不可分哦，通过这种能量哦，生命才会当实现时空间的。什么时空间的沟通？好啊，今晚有时公车的时阵，我想好，行啦。龙尾风水机关，安怎？伫云海粉的时阵，你毋是看过足侪届？头一下看到实体也是差足侪吧？
万德主神龙首，守护龙脉小行星之神哦，英文标题上显伫各种似水的花纹哦，分身上北，只要有龙脉，便无所不在啊。伫守护土地时阵嘛，有记录家己历史。万德碑文中往往会当记着因的记述。这拢这讲拢搭。有啊，这应该是主要的试水管，一路拍到小行星的龙脉星柱，现在来伫内底，伫起。龙脉星柱是星诞所在啊，通常嘛是乌邦驻点的位置。这有正道，这有可能有正道。风转伤无水，安尼无法度制作风。试水成功甲机构灌满，试水进入风灯箱啊！小组会记探勘训练时的一个动作，用启动风转箱哦，甲内底组存的水为水体转换成气体。安怎？看起来是风转箱的水量过悬，导致风转的时阵，补机械挡袂牢，较细树会彼此共振，最后忘了规个龙脉嘛叫无奇怪。甲龙门有没有新腔？应该对龙鸣声有关联。对。哦。如果无意外，落去了后，应该会拄着刺激，拄着迄两个人。先讲，虽然咱来到三间，但是若是因咧当时年纪来要挟的，咱应该会杀了伊，咱是来救人。如果顶过来，咱军事后面就紧啊啦，八标准时阵哦。近地轨道10公里处，这个进步咱真正无问题，是有一寡风险。我游动的时阵拄过足侪假进步商哦，这多半是甲乌帮合作手脚，无知影，但总是爱冒险者。然后照计划来，好，请来拉米啊，计划伊，假使
假使是真正的龙马真好真无，你就伫外口等我转来。叫话伊，其实是乌帮的招数，我会想讲我是女巫，变因讲我会当找找，我会当斗相共找找龙马，用这个条件请因放了我。叫话啥？我24标准是无为你会甲我联络。最后的最上重要是，不管发生啥物代志，你拢来救我。对。这个标准时间。啊？啥？出来，隔壁拢共款啊。这下麻烦啊，走计划伊啊。伊头毛来过过，伊头毛若是个毋就是，我都讲过，我直接互太空船抢入啊，我的总部啊，谁知影因也停了得小的太空船离路去，照计划台面啊，超过24个标准时就通过老死维新啦。有时间较早出来吧，小紧夫妇的请人来接你，等下就客气。难得我想，师傅保庇我。哎呦，少年探空人呢？探空人，应该是负责人，我是来甲恁做生意。顶一个互勒索的嘛，那个甲伊围调。后啥？工会有敢有找着？后啥？并无看到因的船啊，雷达锁处拢无法定位啊！切！我是认真，哪会使动？看袂出来你是老手，知影有危险先甲船开走，咱共路的心照不宣。切！有你伫讲，找我白鸡，啥物代志？听咧，但是做乌市的货运哦，毒品走私，暗杀拢有，暗杀拢有做哦。我是女巫，啥物？我需要有人帮我找找龙马。哦，我可以看到就是头前，较细声，莫记遐重要。我当讲，对，哦。就一个人，另外一个敢是伫太空船顶头，声音毋是清楚。安静一个，我听看觅。拜托鸟鼠送来啥物大礼啊？女巫找找龙马，敢毋是恁上擅长的？龙马冲倒的时阵，全军耍龙马，毋拢互恁定位出来啊？我会当找着龙马啊，但我需要有人斗相共帮助我探勘咯。相信这是恁上擅长的。所以恁互阮线索，咱把恁学，就安怎分？我免分，只要甲我讲找着了啥物就好。骗人啦！不分，我无听过这种心理啊。OK， 但有一个要求，如果控连军方甲恁当时找找共款的龙马哦，就爱比因紧。哈哈，你是啥物？有啥乌控会万家互控连发现？是讲，有遮大方交易啊，甲你讲。直到拄则进前，我以为我想讨厌女巫啊，我嘛足讨厌我家己，就是恁女巫自以为正义啊，也做控连，平时即张烂将，啊，好好的军山才会变甲惊爱民不聊生哦，倒废放平的所在，也是一张错误的战争啊，错误的选择。但即句，光是龙马就冲突了流离失所的军山啦。无恁的话，咱嘛免干起即种心理。
所以互我为兄弟报仇骗子，讲毋是？出代志啊！放弃吧，袂好。哈哈哈！放弃，公孙笑，你说你有这种感，我很兄弟哦。啊，但我不敢骗制作成你啊，只个刚刚广告你就一样的。你卖题，你后面靠呀，靠呗，小猪，大家上登记吧，吃苦的。等下。我咧想啥物？如果发生这种代志，我哪有可能坐车？上说回想是，到时我是做了啥物代志？心脏，咱不要寸进去。星座啊！星座啊，可以再说一届白痴哦，鬼祟的讲话哦。神は似てる。ここは侵入するためではない。そんな装備は大丈夫か？大丈夫か？問題ない。还以为死定啊！靠北，你这新球啊，都有新球，就没事。没事，我刚没大压力啊。我之前再赶快呢。就大家上一等油啊，进吧。赶快丢机啊！这要试哦，落伫我手头啊！你莫叮当，等下，咱无是啥？我掠着一个人啊，你前一个人互我去后壁，莫通！就过来就喷了这个查某的头啊！讲这个倒一个金币段的啊，用的还可以也是控人来。老大也伫拄则找着外口卫星的婴仔厝一艘太空船，是英泰的型号啊，而且是贵族船，困互发现啊！如何甲英泰贵族的组合是啥物团体啊？无代是来咱这种边境做啥物？我无识使，等下差一寡就从你动啦。咦哟，这下麻烦了大啊！后面迄大汉，莫叮当，你看起来是老手啊，知影要安怎做？我当然知影该安怎做，包括咱是来救，爱你啊！莫动，我只有2点要求啊。第一点，输到3啊，你放人我嘛放。第二点，莫动咱的船。第一点是无问题，但是你叫我放条贵族船，老大，老三，你搭一艘船呢？无问题，我咱输到3放人，算你搞啊！这。你学你真好啊！为头前行，莫为头就是骗子。我根本无识识这群人啊！嘿，小鬼，听讲沿海人上重主种关系，你家己无啥物实力，但你的包业摸不出，你莫讲话。就莫烦恼，倒一天你包业出代志嘛？包括咱轻微哦。这是老大来抬起，哇！这个流量就紧的呢，都可以。小鬼，你应该出来无几档吧？
战场顶头是袂当破出中属关系哦。那么我先经历着手着不妙啊，对吧？对，这下过是阴海的贵族，甲因全部压入地牢啊，靠爱因的阵。这位女的老大，赶快送入地牢。老大，这女的无老实哦，也失脚，我看卖勒索啊，材料安全一个。送入地牢啊，想讲卖互我看到你同意啊。老大，但是白帮毋是豆腐哦。看，一只对龙门演奏无法度，下甲龙门箱拆，贵族我再甲因斗相共，我家己想办法。伊使用的音源是迄份市场流通的二手龙门可比吧，破碎的声音甲处理拢有关。如讲即群人是串通好的，如果无即个龙尾清楚，上纯粹的龙鸣声最底，你无可能拍开即套。那么你的放射器早就互收走。啊就马上出去啊！内底，莫用着详细开门啊！就算出去嘛，拢咱的人啊，真正无够你。并且控美联下文中制作，中文制作，控联输气加工厂，将个合格标志啊，使用90倍混合输气，为环境尽一份心。早使用好贵啊！标签甲上爱用的燃料几何意用啊？这是物件哦，用不出去大开的适合各都适合收济，适合万道主行意向，两个方向的新民首尾相连，永不交汇哦，代表永不止息的时空流转。团队只要通过利用建手的大门，就会使超越时间甲空间，甲无共的人事相遇。伫君选的女人间，女人因为离别无常哦，定引用异乡的回忆作为记号。新环修正，北部山一半。龙尾定在啊，风水引路，小型车必将奋起。迄是车环自由战线的游击队首席，因是一群反对抗日联下的战士。龙尾冲突了后，多数人成为雇佣军，甚至黑帮。无代志吧？你在讲讲话，我拢建议处理啊，真是真安尼。真麻烦啊！卖两面啊，我无代志啊，休困一落。毋是我，未来家主啊，有一个经验，莫在意。需要帮忙再甲我讲。真正是，好好叫话变成安尼。安怎贵族，你应该免爆炸吧？你感觉互咱拖落水，我来帮你吧，讲啥物？我真无欠，但当下看起来是你有危险。伊讲啥物？伊就讲，伊其实甲我当抓工，我无迄意思，但大概是荣耀的因海人女人啊。我希望你理解咱的行动。是，多谢你的荣耀贵族。我希望莫用迄种态度对咱。好啊，我谈判明明足顺利的，结果即摆，是因为你母会清楚状况啊，才连累你的人。我是教主。
想把我开门啊，最该做的代志。嘿，内底，你呢想是开门啊？莫用啊，恁一个互别过嘛试过啦。贵族，老大爱我来多谢你啊！你的船收水啊，应该互咱拆甲咱小心翼翼的，莫动困。算算，至少互咱会当干我半标准年，半当了。多谢你啊！莫开，要骗子女哦，莫甲这查某人玩啊！你本来嘛袂成功诶，就算老大放你走，兄弟嘛袂放过自亲女诶人，哎，老大无得伊就知影。我无代志，歹势，也已讲收过分一寡，我只是有一寡烦躁。等下，咱甲我讲话。阿姊，像你遮收线，还好吗？较细声，我无代志。你还想一寡麻烦？我得讲，无代志，照计划杀行。运气蛮好诶，伊无锁我诶心啊，出乎意料诶心事啊，是安尼，甲按联络。你安怎？会当通顺，少无不可思议诶吗？我参加较好，是啥物？慢嘞，迄毋是一般诶发生器哦。是只有矿炼的量的碳积存哦，战争中使用的，莫动啦靠！是啥物人？军人找量的是啥物？是拍算啥物？拍算倒出去，甲恁共款，拢是受亏啦。莫一面怀疑的表情，就安怎？咱拢是共一边的。伊拄则是啥通话，伊交易广场拄着个查囝，我的准师傅上可靠的伙伴。伊讲计划啥是啥意思？就出来计划啊，应该有办法逃出去。第6一半，我只是想要互伊安心一下，剩下一半事，我嘛毋知影，互我整理一下。军用发生器哦，发生器。装伫 A 大型湖顶的引轴发射装置，嘛具备调节伸缩功能哦，是拿后上战的士兵会使用的武器哦。会则知影白牙无收走 A 大的装置，有一半是伊袂动静哦，一半是热人工，加较伊地盘的自信。对。落困了，互拆掉，如果有办法再发送信号到困的中央电源。拜托，大开受伤啊！如果你有方法的话，我爱赶紧离开遮。伊敢是演奏的好手，太空人。伊听到我开袂了门。如果需要小可完整的良民的话，我会当先生互你。这应该是良美的中心了，我会当试着听讲。然后我会试个手出来，你只要甲放声器的收音口对准我就好。然后这哪可能？就是这个查某，伊可能是女媧。良美上对的时阵会当减低数。探查良美甲尊干的活体雷达运行杀手，竟然对帮你包菜人安尼讲，莫甲我甲遐个拍正的人，拍正的女媧相提并论。我是红楼的女媧，我关注的是我家己的灵魂，是战争的工具。我知影
怀疑我啥物？如果我会当模仿良民啊，为啥我毋家己开？开启良民的回文，开启良民是回文的发声法，毋是有诶如果会使，但我诶哪有无法度？安尼敢相信我？再开始啊！我相信你是有荣誉的地啦，荣誉的啦，唱歌甲荣誉有啥关系？准备收音，伊总字较晚咧啊，我唱歌的声音无法度收大声。拄则迄个声音，就是小型车龙尾声，试着用伊作为音源，就有机会放声，用放声去开。沙哑的女学良民，头一摆拄着一来的时阵，直接对于歌声采用的声音啊，伊的歌声有一寡沙哑，亲像是受了伤啊，但最好听我永远袂记。伊唱啊真好。我毋试，这无啥物。我等下就会使开启留言，啊，接下来，就是我讲的一半，就算开啊，我毋知影要安怎倒开乌帮警卫的视野啊，除非有啥物件引开伊注意啦。我有一个想法。如果会当有人联络我会做，如果是英泰准哦，验证瞬间差足侪，但伊无启动，你要安怎控制啊？你要安怎控制啊？我听着验证声，因启动了我的准，即马只爱。哈？你敢食啥？这咱讨论看嘛。你讲正式个啦，无问题，这也去考核。小主，这收函啦，伊的回复，了另外迄个迄位准时间准备好，无问题，伊会用种新落难的会文进港。伊看起是一个囡仔，敢无问题。放心，甲有帮助是你是一个老本行，免得是你啊，你也知影这也无一定的程度。你看这，你真是愿意安尼做。我紧的，是啊，哈？是倒一个家族的，也未掠着演奏的朋友，就冲动的想要开门。听讲是伫石门千家有开彩券的小家族，迄个君山东盘失利，互矿联挂出来的家族，无怪。王兄，这毋是一个荣誉的比试啊！酒家的人被迫在身，然后是不得已，一击着。小主莫加话啊！王兄，顾家小主怀疑你的判决恕罪，小主不承认，但是哦，绝无怀疑之事。大开这是我的代志，不敌无你，大开你无，恁退下，你退下。是大人不诈，且王兄恕罪。武东家，我会伫做信任你的。中听法律。沿海电台标准时间351档，3月40号哦，12时哦。物价台16主比试，物价台16主比试，请求裁定大通控卖所有权。牌楼门前啊，宇宙见证，褫夺16主。大通控卖所有权，伊物价伫电前无过指证哦，随家一定
霸凌褫夺一级控卖开采权，褫夺龙尾千家，龙尾移山，龙尾石门，即日成效。皇上求你，若连控卖一并剥夺，恐惊家族是难以为继。有当家，你爱管好你的人，无信据啊，行事鲁莽之如此啊，因家族终是越假。银海啦，你敢无问题？无问题。最后一个，我准时男命拄入闽港，你拄入港，伊正咧进行假的交涉谈判。搁换一个，我惊因会要求伊开启船舱咯。准备好就开门吧，有时间，给。真的 ，OK。流氓欢迎，给他按照。啊，按照，这个开始前我再讲一个，我叫 A 达拉姆哦，你小红楼上尊队哦，就怀疑是在你啊，银海贵族，叫我你无同好。银海第九家族有三品贵族，伊是大推我的称谓啊，意思是甲我身世以强的侍卫。万德保上，就是你决定，你会当成功逃出去啊，厝命一生回过，嘛无需要做这种物件，对不起咧，对不起啊，但因只会互你死伫家药内底啊，我一定爱救，拜托，这根本无值得。门准备好啊，门一旦拍开啊，我会遵守的即刻，甲嘉宾的讯号送至你的船内底。手，专心，注意你放伫亮明声。哦。哎呦！啊？安尼？拜托，太医推人了，魂归阴海里脚。那么啊，你妈是太医推人，魂归阴海里脚，是嘞，困。哦，走。往回咱走。万德良门啊，万德新店中哦，为主城分岐的大门哦，唯有会当正确唱上良门普遍的神明，才有伫新店中来去的权利哦。哦。啊，这成功啊！而且开始怀疑我，因为恁国的太空船都爆炸啊，哪来银海船？这较我少真愉快啊！一群人伫码头乱成一团啊！但即马动作紧，我的人已经入来，啊，动作较慢的，会死哦！嘿嘿嘿嘿。即讲靠第6号停机坪哦，困，对不起。我摆啊，大回也好吧，该点了。是啊咯，怕是迄个银海小鬼啊，紧走。
左进。哎呀，一代，啊没死，那也没死啊，没死啊，没死啊，大哥停过没啊？你的准时诶，来啊，较细伊。是啥物奇怪诶船啊？哎呀，迄船是龙尾强真义哦，竟然是抗击雷潭诶探勘船，你毋是进前日交易广场，迄讨厌的假死。莫卡讲阿姊诶船啊，阿姊你讲要救诶人伫倒位啊？援救船啊，哪物啊？袂吧？看我甲解释啊，伊要死掉来啊！真久呢，是我吧？北方金局地哦，发出中。硬哥，庄家多数受损哦，紧起火啊，冲出去红楼。船体安全性降低至31%。人卡不准踏入驾驶区哦。后开我代志，咱就边就要离开啊。应该找物件掠好。一个走歹，应该会气环弹出去啊！那边啊，拜托，注意加速。计算几个脱离速度啊，走出无地地啊，叫你为2.5天文单位哦，决定5秒以后。哈？安怎？超加速失败啊！引擎过烧，启动引擎动力系统用电哦，引擎搁启动啊！啥物啊？我毋知影，然后从来无发生过这种状况。那么上入来时阵损害了引擎。哇，这是抗联军用的两枚探测船吧？大概你爱坐好。我毋知这两个小查某囝倒来这艘船哦，来听咧，莫对咱的船指点点，莫来乱，我知影安怎收好伊啊。这种船是后方锁地用的啊。紧起飞的时阵，随超加速，马上就会无会紧停机哦。哇！你爱调整船体的受权等级。小主，那这个步骤交互你哦。啊？搁写掉，加速调整步骤，我会记啊。大概将操作步骤列出，互女我的时阵，雷达一面错愕的表情，伊无想到路边的仪态行为，竟是参加过龙尾冲突的老手。嘿嘿，好笑啊！好，这间真是有效。加速引擎锁定解除，真好啊！引擎恢复运转啊！切，那真正重啊！哪边啊？知影，小加速准备启动，紧个红楼锁定啊！左前增加水准，进入加速倒数。老鬼你，想看敢是动一条加速？我啥物代志无拄过？你烦恼啥物？记得
炸了加做互你的船啊，无甲伊算小，你去做好，会记想好按哦，啥？是你无啊？歹势，之前甲你讲过现侪死体的话，就是你救了，甲我救啊！咦？咩？我真要多谢你叫我大贵啊！那讲话会开着喙齿。你到底像啊？哈哈。当，袂歹呢，这个袂歹呢。大个故事是安尼，早伫我拄着伊，嘛就是也就是距今70多年前，面对多个势力甲中国战乱不断的流美冲突，形成抗日联下的抗联啊，以战争的末期啊，游说军线的宗教组织乌塔，因以平息军线纠纷，承认乌塔的宗教地位作为交换条件。成功甲乌塔签订契约，用了乌塔训练甲信任沟通的路网。因为会当甲留美的流动会能够感应，成为战争中的活体维单，专门间为生命的使者，变为死亡甲兵器的代言人。经无预料到战后的抗日联合，为记万道影响力的扩大。因不仅拒绝信任乌塔，嘛无视该基辅的宗教正水。因透过议论啊，大举谴责乌塔参战，全力将女俄赶离军线。几弹间，乌塔势力消退，女俄成为战争的好手，曲笔。本是满名世界流亡，然而尽管跋落心肝，如何却因为天生的良民感情能力，互因民间的活动始终不断。因是良民探空人，求之不得的伙伴，却也是人民眼中的杀手。但不论是安怎的人，下人拢是我流亡迄几冬心内底上大的救赎。发伫北方金桥底，咱标准时候，废气无一站，卖入来客市区啊，愈来阵嘛配徛嘛，因嘛甲我斗相共，南米也接受伊啊。啦，我真多谢你啊，但我无需要恁接受我，无需要多阵啊，麻烦带着你的保佑啊，伊是我的亲卫啊，不准你安尼讲话，爱嘛孝子，新息一个。好啊，咱拢伫共山船顶头啊，伊阵拢卖完啊，南米啊，通顺甲恢复，无办法，系统歹伫彻底啊，这原本毋是大问题，但是。手臂无任何物件避了，附近是两面冲突的战场，敢有可能有通顺的设备加零件？OK， 也好嘛，那乱七八糟的，安尼吧，应该啦。希望医疗你的步，亲卫南米啊，讲过足侪解，当然，如果因帮我实况啊。都是会当帮忙找一个医生啊，来趁人受伤的时阵讲这话啊。上船总爱做一寡代志吧，要听伊的，你毋甲咱斗相共，咱嘛会，咱你毋甲咱斗相共，咱嘛会帮你找医生的。我会帮你啊，希望你信守承诺。好吧，重要应该啦，啊，真是，阿姐，我同恁讲一个啊，即嘛无偌久，如果你无愿意，我即摆就帮你实况啊，但阮线多半是废弃的战场，
可能会需要探看设备。阿咩啊？你无讲设备肯定倒位？哦，是啥呀？伦敦商业联盟哦，某一站免费哦，就问迄时哦。我印象上深刻的就是，逐工甲南亚玩家老了后，总会特别好咧。诶，袂当跳。哦，诶，我要分段呢，袂当跳，真假？是啥物？我生气了。得到了同时生活的派系同时无做，派系的同时无做。龙尾冲到了后，因为这个送落的模组发出的讯号，互分散的空域，像咱无法度辨识的电磁波，明白甲异常危险。到最后啥物？有诶，给我一段时间，也可以看到有路用物件，那是无好吃的。你若找着就很济啊！顶头有迄个呢，所以呢，有钱啊，搁有迄，会使，我马上互翁老回复。手头有新的零件，应该会当升级翁老的配备。哦，拢袂当离开，该做。我在沿海人海边，翁老变安尼，会记通讯化的电脑应该是最好。对，一个下物件。Ups， 控沙用袂探出处理，伊个人命处理啦，同伊啊其他种换啦。会才有会，但是，啥物件？啊！很像电子相片，大概因为这个代志混改我做废哦，我永远毋捌加调处理哦，冲锋害死哦，愧为小组。啊？来，这什么物件啊？那出来要出？哦，这是迄个。啰嗦医生呢？咱先启用啰嗦医生，互伊做表 S。来，我要记偌快。哈？这安尼有说服啊？哪个有说服？应该有吗？这应该是自动的啦。哦，伊个讲话，你啊，其实迄时间过了偌久咧。等下啊，敢袂当较紧咧？啊？你要等哦？啊？等，哦，要看即个伊啦。哦。很快了。哇，够麻烦的啦。我当无说服哦，是啥物？而且这个个会当直转的，是啥物？够麻烦的啦。
知影说服哦。嘟嘟，够麻烦的啦！而且袂当说服，无说服这物件靠腰诶，够奇怪。我想过了，应该是咱这边分去冰铺诶顺和以上，原来是这种程度会当轻松解释，解虚哦。后上都军营自家几封。啊，你无到了几封了后，你诶称谓会想到有救啊？无救咱嘛无负责就是够啊。罗素医生是用马上盾了后诶退伍军人，以前是医官，即马人伫协会斗相共，反击探勘意外治疗。民间抗病诶授权，伊拢会使处理啊，足可靠。就是恁斗相共，咩？师傅嘛讲过啊。如果会当拯救家己哦，自然嘛会当拯救别人。阿姊，前方太空船顺河无法度辨识哦，应该是对杀现象内诶奖金猎人哦。现象顶若飞用就是你妈开始台破嘛甲惹代志啊，胆子足大嘛，免伫遐想花样啊，直接停船投降哦，咱大家拢心输哦。啊？选择不走，失败啊！而且伪装顺风也失败啊！啊讲嘛是中国船，二手的中国船，如果有改做顺和变做中军，啊？我操！多传成功哦，这是哦，知这是迄种物件事件就对了。好，安尼记录，好，好，原来是安尼哦。无怪伊无互我欠说服，因为迄是一个事件啦，你事件失败，你袂当去对啦。袂歹呢，即件其实确实是袂歹，但是我看应该嘛无偌多，看5种尔，应该有开互解吧。优点当然免讲啊，阮看着是伊诶画面，虽然伊变成即种界面袂歹，但是因为是头一摆做，可能做甲有一寡普通。就是行路普通啦，啊，你看物件嘛较少，无啥物件会当看。但伊这美术是最厉害。要有一个缺点就是，伊有一寡对话是会直接跳，所以足紧。像我头头有像我今仔有足侪无法度念到的事。顺序的物件伊无法度改，这边无法度改。但无可惜啦，其他袂歹，即个剧情袂歹，期待结局。安尼哦，还有一个缺点就是伊离开的时阵无声音。